今年以來，一手市場持續熱鬧，至今已經連續15個月，單月新盤銷售超越1000伙水平。樓市聚焦一手嘅同時，近月二手交投亦顯著回升，二手交投同步增加。按土地註冊處嘅紀錄，上月二手註冊量更超越5300宗，成功超越2024年5月嘅高位，重上自2023年3月以來嘅3年新高。市場聚焦一手新盤嘅同時，亦帶動二手交投有所回升。本月重推嘅沙田大圍柏傲莊3招標成績理想嘅同時，亦有帶動二手市場錄得高價成交。已入伙3年嘅柏傲莊1及柏傲莊2，近月二手交投顯著增加，新近更錄得尺價高達2.4萬元嘅高價成交。曾經因為柏傲莊3其中2座嘅牆身底座部分混凝土強度未達標而成為新聞樓盤。位處大圍港鐵站上蓋嘅柏傲莊屋苑分3期發展，共建有多達14座高層住宅，合共提供多達3090伙住宅單位，單位實用面積由264尺至1695尺，提供多元化嘅單位選擇。屋苑有住頂級嘅交通配套，具備沙中線及屯馬線嘅兩鐵交匯優勢，加上基座大型商場圍坊嘅購物便利，令屋苑成為區內用家首選。最新二手成交係柏傲莊2嘅6A 座極高層衣室，實用面積488平方尺，屬2房間隔，坐向東北望，開揚翠綠山景。新近以1180萬元沽出，實用面積尺價24180元。據了解，原業主於2020年12月以1103萬元一手向發展商購入樓花單位，持貨6年，至今沽售，帳面升值77萬元，單位期內顯著升值約7%。想知道更多成交消息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只要有新片你就立即收到通知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Century 21. This is our time. This is our century.